前日夜晚，我正準備洗面瞓覺，個仔行入睡房同我講：阿媽，聽日買菜，記得帶個榴蓮，你新抱想食。我點頭應承，佢便返房瞓咗。第二日見個仔一家帶住孫仔出門，我默默收拾好行李，買咗一張返鄉下嘅車飛，列車轟隆隆前行。我回想起呢幾年嘅辛酸，眼淚止唔住咁向外湧。自從個仔結婚，我就放低老伴，嚟城裏面幫佢哋湊細路。呢一晃就係6年幾。喺呢6年入面，無論我做得多細緻，似乎總換唔嚟新抱嘅一句笑面。我成日自省，佢係農村背景同城市生活嘅差異。我呢個老太婆確實有啲跟唔上，唔夠洋氣，仲有比較重嘅老人味。可呢啲小摩擦邊值得我放棄骨肉親情？真正令我個心寒離開嘅係前日發生嘅一件事。我喺公園湊孫，啱啱撞見新抱同幾個同事散步，佢睇到我後，竟拉住同事擰頭就走。孫仔眼淚，喊住阿媽，衝咗過去，我只好硬着頭皮跟上。新抱見避唔開，當住同事嘅面順口介紹，呢個就係屋企嘅住家阿姨，專登幫我哋湊細路搞衛生嘅。佢身上嘅老人味，臭死啦，令你哋見笑啦，我哋走啦。聽聽我喺心入面係咩滋味？我冇指望邊個將我捧上天，可起碼嘅尊重總該有啩。呢6年嚟，我貼錢出大力，全年無憂。我何嘗唔想去旅遊，跳廣場舞？可屋裏面家外嘅瑣碎事，全部壓喺我一個人膊頭上。哪怕能換來一句好話，我呢副老骨頭都認啦。我忍咗咁耐，全部係心痛個仔。可而家我唔想忍啦。手機鈴聲打斷咗我嘅回憶，係個仔打嚟嘅。阿媽，你去咗邊度？點解冇喺屋企？我強裝鎮定，我返鄉下啦。喺火車上面呢，個仔聲焦急：阿媽，咩事？出咩急事啦？我話冇，就係想家啦，想唞下。阿媽真係太攰啦，個仔急咗，我哋點算？工作咁忙，我冷冷回道：你哋可以請專業嘅家政服務，以後唔好指望我啦。收線唔夠5分鐘，新抱嘅電話接踵而至：阿媽，你點解話走就走？屋企亂晒龍唔講，細路接送都係大問題，你仲係快啲返嚟啦！我深吸一口氣，終於將收埋咗6年嘅話講咗出嚟。新抱，既然話講到呢度，我都想掏心窩講幾句。自從我嚟你屋企，唔理我點樣做，你總能挑剔出刺。地板擦得再光猛，你話有頭髮；細路嘅衫洗得再乾淨，你話冇消毒。廚房嘅油漬，馬桶嘅死角，仲有個牛扒，火候唔啱，你成日各種挑剔。我雖係農村嚟嘅，係有一股老人味，但有一把年紀啦。你上足1日班確實辛苦，可我從朝忙到晚，全年無休，我就唔攰咩？最令我個心寒嘅係，你竟對外話我係工人，我有咁見唔得光咩？工人每個月仲有工資同休假，我呢倒好，冇工資仲向入搭錢。我知打心底你睇唔起我，覺得我老土，可我都係靠住呢雙手先至將細路培養得咁優秀咩？新抱打斷我，語氣不耐：阿媽，講呢啲有意思咩？咪就係話你一句身上味道難聞，至於咁樣咩？你就俾句痛快話，返唔返嚟？而家呢個節骨眼上，你唔做嘢，往後你病咗老咗都唔好指望我哋理。我心入面徹底涼透，你而家就攞呢句話威脅我，咁我往後有病有災，仲能指望得上邊個？得啦，你哋屋企嘅事，往後自己諗辦法啦。我都想為自己活一次。講完，我收線，眼淚決堤。返到鄉下，我聞咗聞，身上嘅味道確實好重，難怪孫仔有時唔係好願意接近我。我返到屋企，專程諮詢咗一位喺廣州做草本康養嘅資深顧問，佢推薦咗一種名為草本清潤沐浴液嘅古老配方。我堅持用呢個沖涼，冇諗到效果真係好，唔夠2個禮拜，身上嘅異味就明顯消除咗，成個人感覺清爽乾淨。各位姊妹，我都係啱啱明白，人到晚年，尊嚴、存款同自己嘅小天地，先至係最真實嘅退路。哪怕再愛仔女，都得留一條後路俾自己，過屬於自己嘅生活。另外，我再教大家一招，身上有老人味嘅街坊，究竟係少食豬肉定係少食牛肉呢？屋企有老人家嘅都知道，上咗年紀之後，皮膚就容易粗糙，點洗都洗唔乾淨，身上總帶住一陣洗唔甩嘅味道。
搞到俾仔女嫌棄，孫仔孫女又唔肯黐埋自己，甚至俾人送去老人院。本應享受團圓嘅晚年生活，只可以孤零零一個人。點解老人家會有呢種味道呢？大多數人對老人味都有誤解，認為係老人家平時唔愛乾淨，先會產生呢種味道。呢個真係大錯特錯。好多人從40歲開始就會慢慢產生呢種味道，係因為人嘅新陳代謝變慢咗，皮膚表面嘅皮脂變多，同空氣中嘅氧氣互相作用，就會產生一種酸性物質，呢個就係老人味。呢種情況真係對好多嘅生活造成困擾同尷尬，自己聞唔到，身邊嘅人又唔好意思開口。明明自己每日都沖涼，點解仲有異味呢？如果你都有上面講嘅呢種情況，我勸你千祈唔好錯過。我怕你用完之後清清爽爽，身上就好似自帶體香一樣咁迷人。就好似我樓下有個陳阿姨，隨住年紀越來越大，老人味越來越重，身邊嘅孫仔孫女慢慢都唔肯靠近佢，住過嘅房、坐過嘅梳化都有呢個味道。自從佢用咗我呢個方法之後，而家身上都散發出一種清香，住過嘅衫、瞓過嘅床都係香噴噴。每個禮拜6日都同仔女出去飲茶、行街，晚年生活唔知過得幾咁舒心。如果話10幾年嚟你已經試過各種方法，都仲係唔理想，今日呢個方法如果你錯過咗，只能夠話真係非常可惜。而家我最後一次免費將呢個好嘢分享出嚟，希望各位老人家都能夠安享幸福嘅晚年生活。呢個寶貝就係好多身上有味道嘅街坊都喺度為嘅淨味留香沐浴露，佢專為中老年朋友研發，裏面添加咗37、防風、梔子花、艾葉等多種草本精華，幫你溫和清理角質同身上嘅異味，特別適合用嚟清潔皮膚表面嘅死皮同埋藏住嘅油垢。你身上油脂越多，洗出嚟嘅泡泡就越有成就感。平時汗味、體味越重，洗完之後嘅清爽感覺就越明顯。佢可以有效去除身上嘅角質，肌膚水潤唔油膩，而且仲可以持久留香。洗完之後，全身上下都帶住一陣清新嘅木質香同檀香味，仲可以幫皮膚鎖水保濕，非常好用。堅持用佢，洗一段時間之後出街，街坊鄰居都會問你係咪噴咗啲高級香水？呢種淡淡嘅香氣真係令人聞住都舒服，忍唔住想親近你。唔止老人家可以用，平時身體乾燥、出油、出汗、味重嘅女士、男士、學生都可以用。有咗佢啊，屋企再唔使買乜嘢香水、止汗劑，一樽就搞掂，真係一家大細都啱用。如果你唔知邊度可以買到呢款淨味留香沐浴露，可以點開我個頭像，主頁櫥窗就可以落單。趁住而家有活動，快啲帶返去用起嚟啦！希望可以幫到你。